看到这是台南安南区这栋透天厝真特别，因为外口壁拢打满手抄的经文。原来是75岁厝主为了要修行，为10多年前退休了后，开始逐工用手抄经文。落尾愈写愈感觉有心得，决定要把这作品用塑胶的布给搭起来，一直到厝外、厝内拢是伊的作品，让伊的厝变甲真特别。 透天厝靠拢搭黄色壁纸，互规栋厝看起来真雅目。真足甲看壁纸顶的，各拢有写经文，大个有一楼悬细，敢若太愈遮大。遮个全部拢是75岁阿伯亲手写落来的。是用钢笔对啊经文先写出来，安尼写出来，咱才头毛笔嘛。该接啊！这个文库的中间来讲，人是对啦，这无当买啦。 台南这个阿伯为着有好的修养，10多年前退休了后，就开始抄经文，尾啊写到有心得，就甲作品搭塑胶膜，当作壁纸来纪念。我就讲少年吼，敢若读都无写，即马都退休啦。我就甲写，总甲写出来，写来甲安尼做一个纪念。 那因兜1楼到4楼的外壁有搭经文，厝内嘛共款拢有搭。因兜的仓库外口嘛拢是阿伯作品，遮个手写的经文嘛，互厝边头尾拢真学乐。伊静静啊写，阮就淡仔欣赏安尼尔。伊咧写的时阵是无咧看谱啊，安尼就是足厉害啊。不过因为目前厝内已经无所在会当搭经文啊，所以阿伯干那会当暂时封闭。遮个特别的经文壁纸嘛，互阿伯因兜正做当地一个有名的景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